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關於房企的消息我看是萬科又上了熱搜。這個萬科上熱搜，一個是它的大股東深圳地鐵繼續充當救火隊隊長，萬科與深鐵集團就220億元借款簽署補充協議。這個深圳地鐵集團呢，再次向萬科輸血25億。網上有很多評論。澎湃新聞5月13日消息，深圳地鐵集團為當好萬科的救火隊長，日前又對萬科實行了新一輪輸血，但在緩解萬科短期債務壓力的同時，也暴露出國有企業在風險評估和決策機制上的巨大挑戰。輿論將此形容為公眾每坐一次深圳地鐵就是在給萬科續命的救援。你看深圳市民每坐一次地鐵就是在幫助萬科續命。網上有文章說這種輸血行為並非沒有代價。深鐵曾是全國地鐵行業盈利標杆，2019年至2023年深鐵集團分別實現淨利潤116.7億元、111億元、29.8億元、8.66億元、7.89億元。過去5年利潤總額為273億元，但2025年4月深鐵2024年合併報表範圍內發生虧損330.6億元，也就是說這幾年賺的錢，5年賺的錢273億，還不夠他2024年1年虧的。背後是因為2024年萬科495億元虧損拖累，過去5年273億利潤一夜清零還不夠，也就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就是深圳地鐵自從入主萬科以後，這還不是最後的清算，最後的清算肯定比這還要嚴重。這不禁讓人質疑深鐵的持續投入究竟是雪中送炭還是飲鴆止渴。這種大股東輸血模式在緩解萬科短期債務壓力的同時，也暴露出國資系統在風險評估和決策機制上的巨大挑戰。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深鐵不斷輸血的背後是萬科日益加劇的流動性危機。惠譽評級機構已於2025年11月將萬科長期外幣及本幣發行人主體評級自 3C+ 下調至 3C-。惠譽在報告中指出，萬科流動性進一步趨弱。2017年深圳地鐵以不干預為原則入股萬科，9年後的今天，深鐵以深度介入萬科的內部管理，從大股東變成實際操盤人。那句1+1大於2的融合願景，如今卻變成同病相憐的難解困局。命運綁定在一起的深鐵和萬科，後續如何解局，會是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深鐵揮之不去的煩惱。這個簡單點說，小馬拉大車啊，想把這個車從泥坑裡拉出來，結局是連車帶馬一起陷入泥坑，越陷越深。為什麼這網上又有舉報的？2020年5月8號，煙台萬林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在公眾號發布萬科賴深鐵壞股東癌寫了這麼一個文章。他說，不久前武漢中恆、隆基集團等股東舉報萬科的違法犯罪行為，員工更是敢於對萬科跟投中的利益侵害行為其行維權，說明兩件事：一是萬科違法經營從普遍疑慮變為廣泛認同；二是維權和公開舉報越多，越說明萬科的死不認賬、死皮賴臉和深鐵的不聞不問、裝聾作啞。從另一個角度想，這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正義遲遲得不到應有的伸張，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而違法者仍置身事外。你看啊，就是萬科現在是焦頭爛額，一個自己債務流動性陷阱、流動性危機，債務問題解決不了，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它不光是這個，還有很多舉報的內憂外患、內外交困，這就是萬科現在的一個現狀。作為大股東深圳地鐵，它現在已經跟地保老人一樣，不救損失慘重，救損失更慘重。我們再看一個新聞，今天的熱搜說中國30萬億存款第一城誕生，我也不知道這個為什麼上熱搜了。說的什麼意思呢？說
北京市公布了2026年3月末北京人民幣存款餘額，这个余額是多少呢？是30.9萬億元，成為中國首個存款超30萬億的城市。那這個數字什麼意思呢？咱也不明白，這30萬億意味着啥呀？那你記住了，這30萬億相當於2個深圳、3個廣州、3.7個杭州。所以這個就不能不讓人深思了，就是一個城市的存款能夠頂上好幾個經濟強勢。你看深圳、廣州、杭州都不是泛泛之輩啊，動不動就是人家的2倍、4倍，所以給人感覺好像北京市很有錢。實際上我看了一下，這個北京市30.9萬億的存款跟北京的老百姓沒什麼關係，它這裡面大概3/4是很多金融機構、國家機關，也不叫金融機構，叫那種非銀行類的金融機構，比如信託，比如什麼私募，比如券商、證券公司啊，這種就非銀行類的這種金融機構，他們的存款最多。還有國家機關，那些部委、中石化總部，也就是北京市聚集了各個總部的這種，他們的存款加一起多。這裡面30.9萬億裡面只有1/4，也就是7點幾萬億是北京市居民存款，就是老百姓的存款。北京戶籍人口我看了一下，他這不知道準不準，是1427萬人，也就是不到1500萬，就是北京市戶籍人口。那北京市常住人口是2180萬。如果是按北京戶籍人口算的話，這個居民存款人均就是55萬，大概這個樣子。如果按這個常住人口算的話，人均就是36萬。這個數字跟全國是一樣的，也就是看人均好像還挺多。但實際上，這個7.7萬億這個居民存款裡面，那也大部分都是有錢人的，對吧？普通的北京老百姓，恐怕人均存款，也就是你把5%的那些人口就去掉，他們的存款給他，也就是類似於馬雲這種，你把它撥到一邊去，他們單算，把剩下的人放在一起一除，那恐怕人均也就是存款就幾萬塊吧，我估計就是這個水平。這個數字啊，北京市這個存款啊，將近31萬億，這個數字能告訴我們什麼呢？實際上給我們的啟示只有一個，就是你想找工作，你想賺錢，你想這個賺錢容易一點，你就去北京或者上海。上海是我看是24萬億，去這個地方沒錯，因為這地方錢多。你看看，別管是老百姓的錢還是機構的錢，總之那兒錢多。你要賺錢就去錢多的地方。這個沒錯，所以說年輕人如果想奮鬥是吧，想拼搏，想多賺點錢，那你就去上海，離錢近，好賺錢。說實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你喜不喜歡這些地方沒有用，你想賺錢就得去這些地方。所以說你看各大機構是吧，各大什麼創業公司，什麼大的人工智能，人家都扎堆往北京上海跑，因為這地方離錢近，更容易搞到錢，大的公司也願意往這兒扎堆。這北京、上海是兩個極端，你再看下面什麼2線城市、3線城市、4線城市，那是錢是越來越少。你就到了縣城就基本上沒有什麼錢流動，到了縣城那就是剩下公務員經濟，轉移支付發的轉移過來的錢給公務員發工資，就這些錢在流動。那你說它能好得了嗎？今天看到一篇自媒體的文章，他說的是南京學區房信陽坍塌。這可是個大事，未來不管是南京、北京、上海各個地方，學區房都有不同程度的坍塌，因為適齡兒童是越來越少，上學的孩子越來越少。這個文章說，學區房信陽坍塌之後，作者叫章子怡，他說教育局背叛了房產局，說在這個本該是學區房淡季的5月，南京主城的二手房中介突然被推上了過山車。掛牌量如同拉伸的紅線，日均新增攀升至1000套。要知道4月份這個數字還停留在600套左右。中介的朋友圈成了前線播報站，說樹人片區單日新增70多套，寧海路板塊48小時冒出43套，銀城匯文新上50套。什麼意思？就是這個業主房東趕緊把房子掛出來賣，這叫奪路而逃，就這意思。這些曾經在南京家長眼中一房難求的教育高地，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拋售潮。這場學區房大逃殺的導火索是南京教育局的一紙新政。你想想，教育局的一紙新政就是一個簡單的調整，你那個房子就腰斬，
你說這玩意，你說為什麼要去買学区房？上周鼓樓、玄武、秦淮、建邺4大主城区公布了招生办法。什么办法呢？說取消提前1年落戶，取消学位年限锁定，這意味着學区房最核心的時間成本被徹底抹平。以前買學區房要提前1年布局，入學後還得砸在手裡幾年等學位解鎖。現在只要孩子順利進校，這套房子就能立刻掛牌。什麼意思？以前這小孩，你要比如你這孩子5歲，6岁上1年級，那你這孩子5岁，你就把戶口就得整到這個學區裡面來。那你這學區裡面就得買套房，5歲的時候就得買，提前1年買，戶口遷過來，在這待滿1年。你才能在那個學校上學。好，你在上學期間，你最起碼是1年級一直上到初中，一般是這樣的。好，這個應该是9年呢，你不能走，房子還得在你名下，因為這個房子有1個學位或者2個學位已經鎖死了。這9年裡面，如果你這9年你把這房子賣掉，它是沒有學位的。別人買了你這房子之後，他沒辦法在這上學，因為這個房子對應的那個學位被你用了，你賣也賣不掉，你賣人家也沒法上學，买学区房就干这事了嘛，所以给你锁死了。那现在南京教育局出的通知什麼意思？第一個，你不用提前1年去買，你什麼時候把戶口轉過來，你就可以上學。第二個，你只要戶口在這兒，你上了學，你這房子愛賣不賣，跟學位解綁。你這房子再賣給下一個人，下一個人一買之後，他照樣的還可以去那學校上學。那現在改革了的，也就是這個學區房最核心的時間成本被徹底抹平。如果操作夠極限，3月買房，9月入學，10月就能套現離場。但學區房失去了持有年限的限制，它就從一種稀缺的入場券變成了流動的日用品。一套房甚至能在6年內供6個家庭循環使用，這直接抽乾了學區房溢價的池水。教育局也有苦難言，調控的背後是難以回避的結構性危機。為什麼呢？其實太簡單了啊，就因為小孩少了，生源斷崖式下跌。如果你學校周邊的房子都給鎖定了，那別的你鎖定的時候，人家一個小孩已經在這上了，你人又不夠，別的家庭孩子也進不來，因為他附近沒房子了，怎麼買啊？鼓樓、玄武、秦淮這3個老城核心區聚集了全市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升學成績穩定。過去唯一的缺點是學區房的門檻太高，建邺區則是走高精尖路線，名校分校扎堆，國際化教育氛圍濃厚。南京的朋友說，以前鼓樓區金陵、惠文、銀城小學都是39個班，鼓樓好點的名校也有10個班，現在腰斬，也就是只有20個班了。中華中學附屬小學建邺區唯一一所100年老校，去年1年級班級只有2個。今年更是傳出不再招生，這麼好的學校他招不到學生了。併入京中10小的消息，為了不讓教育資源空置，教育局必須降低門檻，確保1、2線學區能招得滿。但這種自救對脆弱的樓市預期而言，無異於最後的一擊。價格戰已經以一種近乎慘烈的方式開打了。說南京人發現，以往高不可攀的學區房正加速向白菜價靠攏。擁有銀城惠文雙學區的永嘉年華，就這個小區曾因單價破9萬被稱為神盤。今年3月50平的同戶型成交價還在223萬，那也得4萬多一平呢。新政一出，房東直接爆出170萬的底價，也就是3萬多了。2個月50萬溢價化為烏有。中介透露，一位剛簽完合同的客戶寧願賠掉定金也要強行解約，因為在購房者看來，現在學區房不是避風港，而是燙手山芋。不光是這一個小區，其他的小區降幅就是在這短短2個月，你不是說2年3年，短短2個月普遍達到了10%到20%。南京教育局真狠，3月份剛小陽春，大家買學區房，剛買完，他後面一紙通知來了，你立馬就損失20%，這是最少的，多的是要多的損失5%、30%。剛才那個就少50萬，220萬買的，你現在只值170萬，你說這叫什麼事？學區房也開始分化，新政發布後，掛牌最多的、跌幅最多的都是老破小。這次政策真正威力，
或許要等到年底的下一個旺季才會完全釋放。學區房還有半年時間來平復情緒，但留給信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人口出生率下行的大背景下，學區房正在回歸它最原始的屬性——居住。教育與房產徹底解綁，支撐孩子成才的，終將從那幾張昂貴的房產證回歸到家裡的書桌。那個買房換前途的夢破碎了，但一個不再被房價焦慮透支的童年才真正開始。大家還記得我是不是前幾題說過了？所有為了孩子上學咬牙上車買學區房的，承受高溢價的，今年買明年就要後悔，就這麼簡單，對吧？除非你鐵定了心，我就是消費，我有錢，对吧？我就是願意為孩子付出，不在乎你這種可以，剩下的所有的什麼，我是為了孩子上学，我这借錢咬牙上車，明年你還得咬牙，那個時候咬牙是恨自己。學區房的高溢價，你想教育局通知，這總體上以後教育越來越平權，也就是說，因為畢竟小孩越來越少，這種卷教育的這種也就越来越緩解。你很多家長他已經看明白了，你玩命的卷到最後也是去送外賣，也去開网约車。你送外賣的還送好的，好多他高不成低不就的，他不送网约車，他也不開，他就在家里啃老。這還有很多他去那個學校卷，他沒卷出來，把自己卷廢了。越是這些好的學校，他壓力越大呀。小孩他本來不適合去那些什麼這個拔尖的學校去，因為去那兒去純粹是找刺激啊。你在那兒跟不上，人家会叫什麼？會自卑啊，他不利於小孩的叫快樂成長，最後把小孩給廢了。小孩這個9年他也不快樂，你花了錢，对吧？還把孩子給卷廢了。所以說我以前節目一直在說的吧，你今年所以那扎堆排队去說为了孩子上學買學區房的，明年肯定要後悔，是吧？除非你是消費，你說我有錢，我手上就有300萬用不掉，對吧？那我就買一個學區房，但至於以後跌到150萬我也不在乎。小孩呢，我盡量給他送個好學校，他學不上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也不逼他，那行，對吧？你把心態放平和，這樣的話明年你就不會後悔，坦然接受。現在只有學區房還有溢價。什麼叫溢價呢？對吧？也就是超過了它自身價值，那麼這也就是意味着這個學區房還有下跌空間，這個空間還不小，到時候腰斬，這個不是夢。你現在什麼10萬一平的房子，到時候5萬一平沒毛病。所以那些在這個3月份小陽春打破腦袋擠上學區房的這些人，現在就要做心理建設，對吧？現在就要自己調整心態。剛才咱們說了，北京上海錢多，是吧？年輕人如果想賺錢，想有所發展，盡量去這些大城市，錢多。越往下面的城市錢越少，你越難賺錢。越往下面的城市，它錢都不流動。你比如說這個縣城的房子，它就是不流動，有價無市，就沒有成交。有很多人說我們縣城的價格房價好像還沒降，那是因為你沒買，或者你沒有賣，等到你買你賣的時候你就發現了。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個文章，叫小城市的二手房已陷入流動性陷阱，說18線老家的房子降價也沒人要，成了傳家寶。他這個文章說，他說上個月我媽打電話來說想把老家那套房子賣了，我問賣多少錢，他說掛了半年，從35萬降到20萬，連看的人都沒有。嘿，35萬降到20萬，你感覺好像降的不多是不是？但是這個也降了40%，是吧？也快腰斬了，對不對？你35萬賣18萬就是腰斬，對吧？你就降到20萬就快腰斬了，還是沒人看。電話那頭他嘆了口氣，他媽說要不就留着給你吧，當個傳家寶。我差點沒笑出來。傳家寶，一套18線縣城房齡20年沒電梯沒物業的老房子算什麼傳家寶？可我媽不這麼想，在她眼裡那是她用半輩子積蓄換來的產業，是留給我的家底。我沒辦法跟她解釋，那套房子現在連20萬都不值了，不是沒人識貨，是根本沒人了。我老家在湖南一個縣级市，就是一個縣城，對吧？人口不到50萬，
這些年年輕人全往外跑，去长沙的，去深圳的，去廣州的，留下來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小孩。走在縣城的大街上，能看到最多的不是行人，是旺鋪轉讓和房屋出售的廣告。一條街走下來，至少有10幾家關門歇業。我高中同學小軍留在縣城開了個裝修公司，前幾年生意還不錯，這2年快撐不下去了。他說人都走了，誰還裝修？現在接的單子都是給老人修修補補，能賺幾個錢。我也有一個高中同學在縣城裡面，他以前是搞這種也是裝修類似吧，接这種活的。現在我看他已經改行了，改成家政了，在全縣城範圍內，不光縣城，在全縣範圍內，接活幹什麼呢？就是幫你清理打掃，已經開始幹這個了。說現在接的單子都是給老人修修補補，能賺幾個錢。沒有年輕人就沒有新家庭，沒有新家庭就沒有買房需求，這是縣城樓市最致命的死穴。可我媽不信，她總說咱們這房子地段多好，離菜市場近，離醫院近，怎麼會沒人要？我告訴她，媽，現在縣城裡像您這個年紀的人自己都有房子，比你年輕的人都去外面買了，您這房子到底想賣給誰？確實，年輕人往地級市跑，這最起碼是吧？就年輕人最少，他就往地級市跑。從縣城地級市的人呢，他想着往省城跑，人往高處走嘛，對吧？你县城的年輕人要結婚，他們談論這個結婚的時候條件的時候，都是說你得到地級市買套房。你說縣城有套房是不行，对吧？得到市里有房。在這個地級市裡面的年輕人談論結婚的時候，那人家家裡都說了，你不行，在省城買套房，省会城市，对吧？這顯得有追求嘛，往上走嘛。你看看，不都這樣嗎？也就是說，這個縣城裡面的房子都根本就不是價格問題，是沒人買，对吧？是沒人。說剛開始掛35萬的時候，我媽覺得不貴。她說啊，隔壁老王家的房子比咱家還小，去年賣了38萬，可那是去年，今年老王想再買回來，發現同戶型只要20萬，老王逢人就說幸好賣得早，不然砸手裡了。說我媽也學聰明了，從35萬降到30萬，再降到25萬，最後咬咬牙乾脆降到20萬，還是賣不掉。中介說不是您價格問題，是現在看房的人都沒有，您降到15萬可能有人問問，但也未必能成交。15萬我媽差點沒跳起來，她说我那房子當年買的時候也花了10幾萬，裝修還花了5萬，現在賣15萬，我不如留着。可他留着幹什麼？一年回去住不了幾天，房子空着落灰，去年外牆漏水修了3000多，今年水管老化又花了2000，這套房子不僅不給他賺錢，還從他口袋裡不停地往外掏錢。所以說這就是縣城的房子的困境。老趙在老家縣城有套房子，掛了快2年，從45萬降到30萬，再降到25万。上個月有人出價20萬，老趙氣得直拍桌子，20萬，我當年裝修都不止這個數。可中介告訴他，20萬是唯一出價的，不賣可能連20萬都沒有了。老趙不懂什麼叫流動性陷阱，但他切身感受到了，房子真的賣不動了。不是價格不夠低，是壓根兒沒有買家。你把房子從50萬降到30萬，看房的人還是那幾個，再降到20萬還是沒人出價，不是因為貴，是因為市場上想買房的人已經快沒了。這就是小城市二手房的現狀，流動性枯竭，房子像被凍住了一樣掛在那裡無人問津，實際上就是鶴崗嘛，對吧？你降到2萬，有人會問一問，也就是說你還得繼續往下降。你的房子40萬，你以為挺便宜的，實際上对吧？你要降到4万，說不定就有人願意問了，是不是這個道理啊？就你還降得不夠狠。老趙的縣城人口不到40萬，年輕人全跑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小孩。老人有房子住，孩子呢還沒到買房年紀，真正的購房需求幾乎為零。等到孩子到了買房的年紀，他也不在那買。前幾年縣城還能賣房，靠的是进城潮，村裡的人去县城買，鄉鎮的人去县城買。可現在該進城的都進了，剩下的進不起，縣城就那麼多人，房子卻越蓋越多，
更關鍵的是，年輕人不想回來。老趙的兒子在省城打工，寧願租房也不回縣城。他說回去幹什麼？一個月3000塊，連房貸都還不起。沒有年輕人，沒有新家庭，沒有新家庭就沒有買房需求，這是小城市樓市最致命的死穴。被套住的不只是老趙，說老趙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所在的小區掛牌出售的有幾十套，有的掛了3年還沒賣掉。房東從最初的不降價變成了求着賣求着買。他認識一個鄰居，為了賣房給中介發紅包，請中介吃飯，甚至承諾成交後額外給提成，可中介也沒辦法，說哥，不是我不幫你推，是沒有人來看呢。有的房東扛不住了，斷供了，房子被銀行收走，法拍，法拍價比市场價還低，又拉低了整個小區的價格。老趙說，我現在最怕的就是鄰居斷供，他一斷供，我的房子又要跌，惡性循環，越陷越深。作者說，小城市二手房出路在哪裡？實際上没有出路啊。二手房怎麼說呢？如果沒有貸款就擱在那兒吧，愛咋地咋地。畢竟現在咱們還不收房產稅嘛，你物業費也不交，反正就這麼着，把水電煤氣給它掐掉。如果你的房子能租出去，那就不叫事。如果你的房子能租出去，那就是个資產，對吧？好歹每個月還有租金嘛。如果租不掉呢，那你就把水電煤氣全停掉，門封上，對吧？就不管了，愛怎麼地怎麼地。所以咱們前幾年是吧，一直說大部分3、4線城市都會鶴崗化，很多人恐怕覺得危言聳聽，是吧？你看現在就是這個趨勢，你賣給誰？所以反過來說，就是這種情況更加反過來就是促進年輕人，他更不想買房，為什麼呢？對吧？我現在租房住，等到我30、40歲、40、50歲上不了班了，對吧？被裁掉了，我再找一個小城市，花個幾萬塊買套房住，怎麼就不行呢？對吧？可以從從容容的去選擇，你也不一定非要去鶴崗才能買到2萬、3萬一套的房子，你很有可能在，對吧？在什麼安徽中部，對吧？或者是什麼江西、河南，就這些地方3、5萬一套的房子多的是。未來，我說未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着急啊，反過來你越不着急，它房子價格還要掉，還要往下降，對吧？這個一個是房子過剩，第二個新生人口是斷崖式下跌，這些東西你改變不了。而且我們以前，對吧，認為這個北京上海會好一點，會一直漲，現在這個想法也錯了，也就是北京上海它也只有個別地方個別地段它有價值，它會穩住，剩下地方也會往下降。為什麼呢？你要漲，你的成本高，你的生活成本高，很多年輕人在那找不到工作，人家就走了。本來你這人口是流入，對吧？現在慢慢人口就也是流出，因為你這我找不到工作。有很多人，有很多就是老登，他老是拿這個日本的30年來舉例子。這個日本的30年給我們很多啟示，但是要記住了，就是我們不能刻舟求劍，就是不能說日本30年，你看看日本。雖然這個房地產還跌了，然後後來又起來了。你看這個東京，對吧？那房價還在漲，它也跌了一陣子，對吧？它東京的房價好像也腰斬了吧？腰斬之後又漲起來，現在已經東京的房價已經超過它以前那個最高點了，大概這個樣子吧。因為我沒研究過，但是我想我們是跟日本沒法比的，因為時代不一樣了。為什麼這麼說？也就是說，你看現在我們叫日本那個30年，它畢竟它沒趕上移動互聯網這個時代。那我們現在叫移動互聯網，是網絡經濟，對吧？就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一個比較大的特徵就是，我們第一個是不一定非得在辦公室上班了，可以遠程辦公，對吧？越來越多的是開始遠程辦公。第二個是什麼呢？第二個就是上班地點已經不限制，就是叫數字游民，對吧？越來越多的人，你這個地方房價高，我就不在你這兒，我可以到房價低的地方，但是幹的工作還是跟你在北京是一樣的。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多。對吧？或者反過來說吧，從企業角度來說，企業就把很多這個部門、很多這個崗位，它有計劃的，它是故意把它疏散到中西部那些，對吧？房子便宜的地方。在北京，你花5000一個月，你招不到人；但是你要在這個河南的一個縣城，或者是江蘇的什麼蘇北，你5000就能招到很多人一個月，大量的人，是不是邏輯？那對企業來說，我這成本就降了。所以企業就把很多不重要的部门全部挪到什麼湖北、河南、四川這地方，這樣的就讓北京的人就沒有那麼多，對吧？但是以前日本它沒有趕上這個時候，所以日本的人還是往東京跑，在東京找工作。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什麼意思呢？就不要說東京，你看房價雖然跌了一半，泡沫破裂腰斬，現在又漲到了，又創新高，然後你就認為北京上海未來也會創新高，這個不一定，很難，對吧？而且日本確實，對吧？它地方小，人口多，相對來說，對吧？那你說咱們這兒，你北京還可以修7環，你不行還可以修8環，你能圈多少地？上海也一樣，對不對？上海再往外擴一擴，能蓋多少房子，容納多少人？所以不要指望着這個，北京、上海這種地方能無限制漲。所以北京、上海以後也是個別地段，它那個恐怕這個保值不太容易跌，其他地方都是往下走。那你就更不要說什麼2線城市了，什麼合肥、什麼成都、什麼杭州，會一直跌到韭菜買得起為止。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